喂，冇錯啊，我就係想約你啊，嚟聽我哋嘅講座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elvin 大馬仔。今次要同你哋分享嘅呢，就係關於 MM2H 馬來西亞第二家園啊。大家都聽過好多啦，不過你又真係知唔知點樣去做申請呢？其實要準備嘅文件呢係好簡單嘅啫。第一樣嘢就係護照啦，第二樣嘢就係相片啦，第三樣嘢就係良民證啦，第四樣嘢就係結婚證書啦。咁第五樣，如果你帶埋小朋友，就一定要提供佢哋嘅出世紙證明啦。大家聽落啲準備文件好簡單喎，其實又唔係嘅喎，又要去做認證啦，又要去公證啦，又要去馬來西亞領事館啦，好多嘢做噶。你嚟到時候我話你知啦。嗱，到時候咧，我哋會有兩場講座嘅喎。第一場咧就會喺6月21號，星期六嚟嘅，喺 W Hong Kong。第二場咧就喺6月28號同埋29號，都係星期六日。咁我哋會喺百麗酒店約定你，到時見，拜拜。